年半前我係帶住緊張嘅心情嚟到南山呢個麥芽科種牙，今日咧我係帶住輕鬆嘅心情翻嚟復診。1年前咧我嚟呢度種牙啦，種咗牙之後咧我就覺得我食嘅嘢咧完全係冇問題嘅，種牙同埋我本身新牙咧分別係唔大，幾好。我本身恢復都好快嘅，同埋咧好快就適應咗。咁我覺得要食嘢方面我已經冇問題嘅，恢復得好好。因為年半前咧，咁有一段時間我都要經常上嚟呢度去檢查啊，去種牙，熟悉咗呢度嘅姑娘同埋醫生。今次再翻嚟之後咧，見到佢哋咧，真係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咯，見翻佢哋。因為我種牙嗰段時間咧就要做手術啦，心情啊當然係緊張啦，跟住就擔心啦。成個過程做完咗之後啦，心情當然開心啦，因為我有新嘅牙啊嘛。身為過來人啦，咁啊見到好多香港市民都會上嚟呢度去北上去種牙，咁因為咧呢度嘅價錢比較相宜啦，服務啊同埋技術咧都有翻咁上下，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市民牙齒有問題，真係唔好等啦，仲等咩啊？第一時間梗係嚟麥芽牙科去種翻你嘅牙啦，快啲嚟啦嘛！